现在继续来看，台中有一个11岁阿弟啊，讲妈妈较少弟弟食醋，为了要引起到妈妈的注意，离家出走。11岁囡仔离家出走，只是为着要来引起到大人的注意。心理专家讲，其实囡仔为9岁开始，就会感觉孤单，嘛会真要紧家长的言行，尤其是伫厝内底排第2的这个囡仔。 较会去互忽视，所以家长一定要多多甲囡仔讲话沟通，爱加甲囡仔来学乐。啊，警方嘛来提醒讲，即摆失踪来报案已经无1天的限制了，所以若发现囡仔无去，一定都爱马上来报警。囡仔兄生啊真欢喜，这是真自然的成长过程。不过你敢知影，囡仔到9岁，心理的发展就会开始变化。 9岁、10岁之后，他会开始会警觉到说，会有所谓的孤独感。10岁啊、11岁、12岁那个时候，他的眼睛会开始会发现说，你大人讲的跟做的怎么会不一样？心理专家讲，特别是厝内排第2的，较袂顾着因。每一个囡仔个性嘛无同，所以家长甲因斗阵的时，拢要加注意。聊一些小孩子正在做的事情、正在意的事情，大人或多或少都会比较，这是事实。所以变成是大人自己要自我克制。加甲囡仔开讲，加甲因学乐，莫去甲别人比较。囡仔若是真正教无法去甲离家出走，家长一定爱赶紧报案。以早讲爱过24点钟才当报案，这是唔对的。 我们曾经也受过连续剧的影响，说失踪要等24小时啊，但事实上那个都没有跟警政署核对过。你如果尽快报案，2天内寻获的几率是高的。警察嘛讲，受理失踪人口无时间限制，若是发现囡仔碰见，就当紧报案，才会当互警察紧找到人。